中國同埃及首次舉行名為文明之鷹2025嘅空軍聯合訓練，當中我哋中國嘅戰鬥機殲10 C 閃亮登場，究竟釋放咗啲乜嘢嘅戰略意義呢？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眼。就喺最近，我哋中國同埋埃及舉行咗一個名為文明之鷹2025嘅空軍聯合訓練。呢次係我哋中國同埃及首次兩個國家一齊舉行呢個空軍嘅聯合訓練㗎。咁當中又有啲咩深遠嘅意義呢？尤其係喺我哋中國嘅殲10 C 出現喺呢次嘅聯合訓練當中，真係唔怕大膽講句美國真係坐不住㗎。首先，我哋從個名字上面嚟到講啦，世界上好多國家都會進行一啲聯合嘅軍演，咁但係我哋今次嘅軍事行動就並非叫做軍演，而係用到一個詞叫做聯合訓練喎。其實當中都有段文章㗎，因為通常叫做軍演嘅話佢都會有一個假想敵，就好似美國成日都聯合埋佢啲爪牙，例如係南韓日本甚至乎係菲律賓咁樣喺我哋中國周邊都時不時會展開一啲叫做軍事演習。咁好明顯，佢要針對嘅對象就係我哋中國，我哋中國就係佢嘅假想敵啦。而聯合訓練呢一個詞代表住我哋今次嘅行動當中，其實我哋係冇假想敵㗎，係志在互相切磋嘅啫。咁從文字上面解就係咁樣解啦。雖則話聯合訓練就唔針對任何人、任何國家啦，但係當大家睇下埃及所在嘅位置係幾咁敏感，隔離已經係以色列啦。而大家再睇翻歷史嘅時候，以色列同埃及係打過仗㗎，仲要唔止一次，而且當中埃及仲曾經輸到一敗塗地添啊！正正係因為以色列嘅空軍力量背後係有美國喺度支持，所以就喺埃及嘅心中留下一個永不磨滅嘅傷痛。而現時中東嘅局勢，大家都可以見到佢係不停咁樣向佢身邊嘅國家嚟到擴張，所以埃及係不得不防呢個以色列㗎。再加上大家可以見到世界上兩條最主要嘅運河，例如好似巴拿馬運河咁樣，美國人為咗自己嘅利益，想將佢就據為己有，甚至乎特朗普都出到聲。而另外一條世界上最主要嘅運河就係身處埃及嘅蘇伊士運河。難保有一日特朗普睇中呢條運河，又話到呢條運河要撥歸我哋美國㗎。咁所以對於埃及或者對於整個中東嚟講，地區嘅戰略平衡係好需要有我哋中國軍事力量嘅參與啊！再加上一直以嚟其實埃及都係想買我哋中國嘅殲10 C 㗎。咁雖然話到而家埃及就已經係落咗訂啦，咁但係曾經佢哋喺買我哋中國嘅殲10 C 嘅呢個舉動上係受到過美國嘅攔阻㗎喎。咁所以今次嘅文明之鷹2025嘅軍事聯合行動所釋放出嚟嘅戰略意義係非常之重大嘅。咁根據報導指出我哋中國所派出嘅空軍編隊已經喺4月嘅16號嘅時候就完成咗抵達呢個埃及㗎啦。而當我哋中國嘅空軍編隊抵達咗埃及3日之後，即是4月19號，已經係進入咗呢個聯合訓練嘅狀態啦。而當中更加係有我哋中國嘅戰鬥機殲10 C 嘅亮相。大家唔好睇3日後先至進行呢個聯合訓練，咁有幾勁啊！對於我哋中國空軍嚟講，要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而嗰個地方仲要係非洲。埃及係屬於非洲啦，係一個沙漠地帶嚟㗎。喺一個咁陌生嘅環境之下，用3日時間嚟到進行修整，咁如果係真實打仗期間，即是話到用3日時間就可以進入戰備狀態嘅話，呢個亦都係凸顯咗我哋中國空軍嘅軍事素質，同埋凸顯咗佢哋嘅應變效率㗎。再加上今次我哋中國空軍編隊嘅陣容非同小可啊！喺正式開展聯合訓練之前，相信冇幾多個國家會估到我哋中國嘅殲10 C 戰鬥機都會喺呢次聯合訓練當中就嚟到亮相㗎。而我哋今次嘅編隊當中除咗有幾架嘅殲10，有呢個殲10 C 版本啦，有呢個殲10 S 嘅雙座位版本啦，仲有5架運20，咁仲有運油20，同埋空警500。呢一個嘅空軍編隊唔係咁簡單㗎。喺我哋中國同埃及嘅直線距離係6000公里，咁仲要我哋中國本身已經係地大物博啦。新聞資料上面
係冇講話我哋中國嘅空軍編隊係由邊一個城市出發㗎。咁如果由新疆或者西藏出發，咁當然係比較近啦。咁若然唔係由西藏、新疆出發嘅話，咁咪即係個距離可能會再遠啲咯。本身殲十 C 嘅最大航程大概係2000零公里。咁喺亮相當日嘅圖片可以見到咧，我哋中國嘅殲十 C 版本咧就係冇帶副油箱嘅。咁即是話，如果要飛越6000公里嘅呢一個航程嘅話咧，咁中途可能要加2次油。咁所以喺呢次嘅空軍編隊裏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啊，我哋中國嘅運油20亦都係隨行嘅。咁呢度已經係凸顯咗啊，我哋中國空軍喺呢個遠程投送嘅能力啦。而呢一種遠程投送嘅能力咧，喺世間上其實並唔係話好多國家可以做得到㗎。就好似話被譽為呢個軍事最強大嘅美國咁樣啦，佢哋就曾經試過喺2019年嘅時候，由佢哋美國本土就將佢 F-35嘅戰鬥機咧投送到去中東。咁當時亦都係打破咗戰鬥機單程投放嘅距離紀錄㗎，就係13000公里啊！咁當中咧，佢係加咗4-5次油㗎，飛咗15個鐘先至可以從美國本土飛到去呢個中東。而遠程投放方面咧，其實美國佬係有個優勢，就係佢哋全球都有佢哋美軍嘅基地，所以佢哋嘅空中加油機係可以從世界各地嘅美軍機場嚟到支援佢哋嘅戰鬥機。咁如果我哋中國嘅軍機要支援呢，我哋唔似美國咁樣喺海外有咁多嘅軍事基地。咁可能有朋友就會話啦，我哋中國之前嘅飛行表演隊都曾經去過埃及嗰度去表演㗎嘛。嗱，咁表演隊嘅機隊呢，同今次嘅空軍編隊係唔同啊。話明係表演隊就唔係實戰用嘅飛機，要喺其他國家去到過境補給係容易好多㗎。而今次我哋中國嘅航空編隊，從大致上嘅飛行路徑嚟到睇嘅話呢，飛到去埃及，我哋要經過巴基斯坦，再入中東，然之後我哋係跨過紅海嚟到飛到埃及㗎。咁有唔同嘅報道都話到啊，有某一啲嘅機型就曾經喺沙特或者阿聯酋嗰度降落過嘅。咁呢個亦都係顯示咗我哋中國外交嘅實力，人哋先至肯俾我哋嘅軍機喺佢哋嘅國境內咧去到進行補給㗎。咁再加上啊，我哋要飛越紅海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喎，因為現時大家都知道，現時紅海係有2個美軍嘅航空母艦戰鬥群，而且呢2個航空母艦嘅戰鬥群仲要係長期進入咗戰備狀態，因為打緊呢個胡塞武裝啊嘛。而我哋中國嘅航空編隊能夠喺紅海度飛過，都可以講到係啊，同美軍嘅呢2個航空母艦戰鬥群擦身而過㗎啦。咁大家留意到，我哋今次嘅航空編隊裏面，亦都係有一架咧特別嘅飛機，叫做空警500，由空警500帶領住我哋成支嘅空軍編隊喺美軍揼緊呢個胡塞武裝嘅同時間，我哋嚟到穿過呢個紅海，其實就係話俾大家知乜嘢呢？即係我哋中國空軍對戰場嘅感知係一目了然啊！我哋透過空警500呢一隻天眼，唔單止係掌握咗戰場嘅動向啊，我哋仲可以巧妙咁樣嚟到避開美軍，又或者呢個飛行嘅過程之中咧，就利用空警500嚟到獲取美軍喺戰場上嘅一啲數據，都係唔出奇㗎。咁真係啊，未去到埃及嚟到進行呢個聯合訓練，我哋中國空軍已經喺度演練緊我哋嘅遠程戰略投送能力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猜測就話到啊，我哋中國嘅殲十 C 就並唔係話咧逐架逐架咁樣飛過去嘅，而係將佢拆件，即係將架殲十 C 拆開2隻翼，拆埋個尾翼，就裝入去運20入面嚟到運過去啊！如果係咁樣運過去嘅話，咁大家又睇翻，我哋16號到埃及，19號架殲十 C 咧已經可以升空亮相，即是話到啊，我哋喺3日嘅休整時間裏面，我哋中國空軍嘅編隊係唔止將武器投送去戰場咁簡單，我哋仲係將工程人員都一併投送到去戰場，仲要只係用3日時間就可以將一架拆件嘅殲十 C 重新組裝好嚟到執行任務。咁所以係從邊一個角度嚟到睇嘅話，我哋中國空軍遠程作戰嘅效率都係高㗎，而且有好多媒體睇今次嘅聯合訓練入面咧，都講到我哋中國空軍會唔會透過呢一次嘅訓練係想凸顯自己嘅武器嚟到打開呢個中東嘅武器外貿市場呢？而我自己就覺得啊，賣武器係無可厚非㗎，好似上年嘅珠海航展咁樣，就算我哋中國嘅空軍唔出家門，都大把世界各地嘅軍事專家
嚟到我哋中國，唔止睇航展咁簡單㗎，仲為佢哋嘅國家咧採購咗好多我哋中國嘅武器。而今次嘅呢個聯合訓練咧，比起買武器更加緊要嘅一個訊息，就係要俾到中東嘅國家對我哋中國嘅武器係有信心，而且呢個信心唔單止係對我哋中國武器啊，仲要係對我哋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中立國家嘅信心啊！嗱，大家諗下，中東長期以嚟都係打緊仗嘅，而好似今次同我哋中國嚟到進行呢個軍事聯合訓練嘅埃及咁樣，佢哋嘅武器並不統一㗎，好似佢哋嘅空軍咁啊，佢哋除咗有美國嘅 F-16戰鬥機，仲有歐洲嘅陣風戰機。雖然佢哋擁有嘅唔係最先進嘅型號，而我哋亦都可以咧透過今次嘅聯合訓練，或者從訓練嘅課目入面進行一啲模擬嘅對抗。我哋可以攞到呢兩款戰鬥機嘅一啲基本數據，咁但係好似埃及嘅呢一類型嘅中東國家，譬如係沙特阿拉伯啊，點解佢哋會有唔同制式嘅戰鬥機呢？就係冇一個空軍體系可以令到佢哋完全去到信任㗎。佢哋唔似我哋中國咁樣，我哋除咗以前係買過一啲咧俄羅斯嘅戰鬥機之外，我哋基本上啊現時中國空軍用嘅戰鬥機都係自主研發，甚至乎啊，我哋買嘅俄羅斯戰鬥機，我哋可以完全唔用啊！今時今日嘅中國空軍都唔輸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就好似我哋今次嘅聯合演習裏面，我哋有戰鬥機啦，有運輸機、運油機啦，仲有預警機啦。呢一次嘅遠程投送就話咗俾世界知，我哋中國空軍用自家製嘅產品，我哋同美國佬一樣可以做到遠程嘅戰略打擊能力，而且中國製嘅武器比起美國製嘅武器，係有兩大因素令到好多國家會選擇我哋中國製嘅武器㗎。就以戰機為例啊，我哋嘅殲十 C 單價大概係2億人民幣，而美國嘅 F-16V 單價係去到2億嘅美元啊。而埃及另外一架戰鬥機就係採購於法國嘅陣風，都要1.2億嘅美元。咁個價錢已經係足足我哋殲十 C 嘅幾倍啦。再加上現代嘅戰爭唔係淨係打一個武器咁簡單㗎。係打整個武器體系㗎，即係話，如果你要整個武器體系去到買美國貨嘅話，咁必定係我哋中國貨嘅幾倍價錢。況且啊，美國佬有啲武器賣唔賣俾你，你都未知啊。咁唔買美製嘅武器，可唔可以選擇其他呢？就例如係俄製武器咁樣啦。嗱，雖然俄製武器係冇美製武器咁貴，咁但係現今嘅俄羅斯，佢哋喺武器研發上面呢，有某啲嘅武器已經係停滯不前㗎啦。或者個研發力度啊係唔足啦，咁所以佢哋武器更新嘅速度根本就跟唔上呢個時代嘅變化。咁衰啲講啊，即係冇最新嘅武器可以賣嘅，最多都係賣翻啲咧舊有嘅版本，改少少嘢賣俾你㗎咋。而買歐洲武器得唔得呢？歐洲佬佢哋都自身難保啦，佢哋都想脫離美國嘅控制嚟到軍事自主，唯獨我哋中國武器又平又靚，仲要係夠全面，只要你肯俾錢嘅話。你買完我哋中國嘅戰鬥機翻去，我哋唔似得美國咁樣會喺後台熄咗你部機。而中東咁多個國家，佢哋要面對嘅呢，或者佢哋害怕嘅就係唔知幾時又會同呢個以色列嚟到打仗。咁假設啊，埃及再次同呢個以色列嚟到打仗嘅話，以色列背後有美國佬撐腰噶嘛？咁到時佢嗰啲美製嘅 F-16仲可唔可以升空嚟到迎擊呢個以色列嘅戰鬥機呢？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個答案啦。所以今次我哋中國同埋埃及一齊嚟到聯合舉行呢個文明之鷹2025，唔係淨係話我哋賣武器咁簡單㗎，而係俾到世界知道，現今我哋中國嘅空軍力量已經喺世界名列前茅，仲要稱得上啊係戰略空軍。所以喺未來，如果要擺脫呢個美國嘅軍事霸權，或者要對抗美國嘅軍事霸權，我哋中國嘅武器就為其他嘅國家提供咗另外一個出路。咁今日我哋嘅影片咧就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頻道，拜拜。